Hello， 歡迎收看不會寫的閩南語漢字，我是小張。在國語裡面講收身，在閩南語裡面就要說敲身軀。這字敲到底安怎寫？這集看完你就知。一開始我們先來看教育部怎麼寫。這個字可以讀作收，也可以讀作敲。哪會這麼大？是安怎就寫這字體？來，小張會大救你，不需要寫這字體。這個字就是正字，安怎講？請聽小張慢慢說來。一開始我們來看漢典怎麼記錄。這個字可以讀作收，也可以讀作奢。這是腔口之別。在這小張統一給寫作收。過來，在江波這個字就會使讀作敲。為什麼會這樣子？原因就是因為 o 跟 ao 這兩個韻母可以互相轉運。那 o 跟 ao 是不是真的可以互相轉運呢？我們來看這些例子。這幾個字我們以前已經講過了，所以就不再重複了。我不像某一位專家，重複的東西一直講，所以這個東西呢，我們就講新的。我們現在就來舉例說明。這個字可以讀作標，標準的標，嘛會使摕來標回啊。這個字可以讀作橋，也可以讀作橋。這個字可以讀作屌，也可以讀作丟。這個字可以讀作笑，也可以讀作就。現在問題來了，這個字怎麼讀呢？可以讀作敲，也可以讀作收。我們先來講這個一。這個一就是介音，來無影去無蹤，我們以前已經講過了。除了介音之外，我們用以上的例子也證明了 ao 跟 o 這兩個韻母確實可以互相轉運。我們現在來討論另一個更重要的事情。在這兩字裡面，聲母都不同款，哪會這樣？咱現在來看小張這張表，支吃詩都寫在同一排，都會使互相替換，就是因為這樣，這兩字分別都有兩種不同款的聲母。除了這兩個字之外，我們還要另外舉例說明。這個字可以讀作習，也可以讀作雜。這個字可以讀作書，也可以讀作豬。這個字可以讀作喜，也可以讀作起。這個字一樣可以讀作喜，也可以讀作起。用這幾個常用字，我們就可以證明支吃詩這三個聲母確實可以互換。我們現在來講結論。搜查的搜就是敲的本字。第一，聲母就是吃跟詩的互換。第二，韻母的部分就是 ao 跟 o 互相轉運。過來，還有一個一是介音，來無影去無蹤的介音。有這三個條件了後，這個字就會使讀作敲。我今日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跟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